大家好，我係阿桃，一個90後輔導碩士畢業生，而家喺香港做緊全職輔導員。繼溝通問題、金錢焦慮，我留意到好多人覺得自己有瞓得唔好嘅情況，受失眠困擾。雖然坊間有啲機構會搞失眠小組，但係好多小組咧都橫跨1至2個月，咁未必個個有時間參加。所以今日咧，我決定將失眠認知行為治療小組拍成一條片。不論你係失眠人士定係想了解失眠，然後去幫其他人，希望呢條片幫到你。今日嘅內容會分成2個部分，分別係構成失眠嘅3個因素，同埋改善失眠嘅3個方向。喺我講構成失眠因素之前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哋覺得失眠係可唔可以根治㗎？俾幾秒時間大家諗下。答案係唔得嘅，但係咧，大家唔好走住，聽埋先。失眠雖然唔可以根治，但可以改善。點解我會咁講呢？大家睇下呢一個 3P model 就知道㗎啦。構成失眠咧有3個因素嘅，為咗易啲記，我會叫佢做3個點，分別係脆弱點、觸發點同埋持續點。我會逐一講解佢哋係乜嘢嚟嘅。第一點，脆弱點係同我哋天生生理方面有關。例如有啲人一出世就有濕疹、鼻敏感、哮喘等等嘅情況，又或者有啲人天生對聲音、對光線比較敏感，身體好容易受到環境影響。大家睇下幅圖，藍色嘅部分係脆弱點，你會見到單單係脆弱點其實係唔足以令到我哋失眠嘅。藍色嘅部分係唔會過咗失眠嘅臨界線，但係當脆弱點再加埋觸發點，即係肉色嘅部分，就有機會令到我哋失眠啦。嚟到第2點，觸發點係咩嚟嘅呢？係直接導致失眠嘅因素，例如一啲壓力、生活改變或者係身體健康嘅問題。常見嘅觸發點有結婚、生仔、搬屋、屋企人朋友過身、有大病、離婚、轉工、轉校等等。呢啲因素通常係短期影響睡眠。你見肉色嘅部分係會隨住時間越嚟越少嘅，即係對我哋嘅影響會逐漸減低。但係如果我哋唔加以處理，呢一啲觸發點咧係有機會變成持續點，亦即係綠色嘅部分，導致到我哋長期失眠。第3點，持續點，其實咧係同我哋嘅認知、生活習慣、睡眠環境有關。例如我哋唔規律嘅作息，或者對於睡眠嘅焦慮，令到失眠持續，或者係越嚟越嚴重。失眠認知行為治療小組主要就係引導大家去改善呢一啲嘅持續點。因為脆弱點係天生，而觸發點又未必有得避免㗎嘛。構成失眠嘅3個因素咧就講完啦。講到呢個位咧，通常大家會呆咗咁望住我，處於一個好迷茫嘅狀態。唔使驚，接住落嚟咧，我會用小美作為一個例子，聽完大家應該就會明㗎啦。話說小美咧，天生咧就對聲音敏感啲嘅，呢一個係佢嘅脆弱點。平時佢瞓覺嘅狀況都 OK 嘅。但係可能咧，一遇到一啲嘈啲嘅環境咧，佢就會瞓唔着覺。咁話說咧，小美最近結咗婚，開始同老公一齊住。佢老公咧個鼻鼾聲係好大聲嘅，好似火車經過咁嘈嘅。咁冇幾耐咧，佢哋仲生埋個 B 添。咁結婚生仔咧屬於觸發點，而老公嘅鼻鼾聲同埋 BB 長期影響住小美嘅睡眠環境，呢一個咧其實就係一個持續點。由於瞓得唔好咧，小美日頭唔夠精神咧，返工成日做錯嘢，工作表現差咗，老細咧就開始有啲説話俾佢聽，咁佢又覺得好焦慮，每晚臨瞓前都諗：死啦，今晚又瞓唔着啦，死啦，聽日又要俾老細鬧啦。呢啲思想咧係導致小美失眠嘅持續點。講完小美呢個例子之後咧，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到脆弱點、觸發點同埋持續點係啲乜嘢。依家我想邀請大家停一停，諗一諗，拎紙同筆或者用手機記事簿寫低。大家有冇一啲天生嘅脆弱點影響你瞓覺？最近有冇經歷一啲人生事件令到你覺得好大壓力，成日心掛掛瞓唔着覺？大家可以參考呢一個生活事件壓力量表入邊嘅事件。有冇一啲持續因素，例如生活習慣、睡眠環境、思想影響住你瞓覺？建議大家撳停條片，慢慢寫，唔好急。如果呢一刻你真係諗唔到，唔緊要，睇埋落去先。一開始我咪話失眠唔可以根治，但可以改善嘅。
接住落嚟第二部分呢，我會講3樣我哋可以改變到嘅嘢。第一樣就係對於睡眠嘅認知。喺我講落去之前呢，又想問大家幾個問題啦。你會唔會覺得一日要瞓8個鐘，或者每晚11點或者12點之前就要瞓覺？你會唔會覺得瞓唔着，瞓喺張床度閉目養神都好？以上嘅諗法可能會令到大家有壓力。我相信大家都試過瞓唔着，然後咧攤喺張床度望住個鐘喺度諗，而家12點要瞓覺啦，得返8個鐘頭瞓。隔一陣咧再望個鐘，依家2點，我仲有6個鐘可以瞓。又隔一陣咧，突然之間發現死啦，咁快4點嘅，我得返4個鐘可以瞓咋。跟住咧就開始因為瞓唔着而焦慮，久而久之咧就形成同張床唔好嘅連結。同張床嘅連結唔好係咩意思呢？之前有條片咧，我講過古典製藥 conditioning。本身一隻狗見到狗糧會流口水，好正常係咪？而狗一般聽到啷啷聲咧，其實係唔會流口水噶嘛。但係當我哋每一次餵狗食狗糧嘅時候咧，都配埋一啲鈴鈴聲。久而久之咧，當隻狗只要聽到呢啲鈴鈴聲，就算冇狗糧嘅時候咧，佢都會流口水。其實本身一個鈴鈴咧，只係一個鈴鈴，但係當我哋將佢連結咗食物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流口水。而一張床咧，本身只係一張床，但當我哋將張床連結埋焦慮咧，就會形成失眠啦。所以咧，當我哋調整對睡眠嘅焦慮，將張床同埋焦慮分返開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減低失眠嘅情況。好似小美嘅情況咁，其實本身咧佢係有啲思想陷阱。今晚瞓得唔好咧，其實唔等於你聽日後日會瞓得唔好。就算真係瞓得唔好咧，亦都唔等於工作上一定會出錯。去到呢一度咧，大家又可以停一停，諗一諗，你同張床嘅連結係點嘅咧？有冇一啲思想陷阱係持續令到你失眠嘅呢？跟住落嚟咧，我要講埋第二樣我哋可以改變嘅嘢，就係睡眠環境。又用翻小美做例子，假如佢已經調整咗自己嘅諗法，但係佢嘅睡眠環境咧持續有老公嘅鼻鼾聲同埋 BB 嘅喊聲，相信咧佢嘅睡眠質素其實都唔會好好。呢一個情況咧，小美可以揾啲方法幫自己，例如戴耳塞。又或者同老公分房瞓，又或者揾人幫手湊 BB。好嘅睡眠環境咧有個口訣嘅，就係夠靜、夠黑、夠舒適同埋夠凍。我諗咧夠靜、夠黑、夠舒適咧，應該大家都明嘅。但係點解要夠凍咧？因為咧其實我哋瞓覺嘅時候咧會經歷睡眠週期，咁睡眠週期咧有4個階段嘅。首先咧就會係非快速動眼期 N1、2、3，然後咧就會係快速動眼期。當我哋去到 N2 嘅時候咧，我哋其實個身體咧心率會減低啦，然後個體溫咧亦都會下降。當我哋營造一個凍啲嘅環境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係會易啲瞓覺。咁所以點解冬天嘅時候咧，我哋會覺得好瞓啲就係咁解啦。講完認知同埋睡眠環境之後咧，第3樣我哋可以改變嘅咧就係生活習慣。生活嘅習慣咧其實都有個口訣嘅，就係有質素同埋有規律。其實咧瞓覺咧，唔係計你喺張床嘅時間有幾耐，而係你真正瞓覺嘅時間。所以咧，我哋其實會講話咧，如果瞓唔着覺咧，就離開張床，做啲放鬆嘅活動，例如拉下筋、做呼吸練習等等。睡眠衛生有個概念咧，就係喺張床度咧，除咗瞓覺同埋做愛，其他嘢都唔好去做。我知道你可能會諗冇可能嘅喎。咁老實講咧，其實我都覺得好難嘅。我會話唯有避免喺張床度做啲太過刺激你嘅嘢，例如睇恐怖片或者睇一啲要好用腦嘅嘢，同埋咧就避免帶工作去到睡房或者喺張床度。有規律又係點樣嘅呢？盡量保持相同嘅瞓覺同埋起身時間。如果係輪班工作咧，而個更表係有規律，就幫自己設立一個輪班瞓覺時間表。咁如果返工嘅時間係完全冇規律，例如空姐空少嗰個更表個月都唔同嘅，咁就冇辦法啦，唯有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，覺得眼瞓就去瞓，千祈唔好俾壓力自己，覺得自己要幾點鐘瞓覺或者要瞓夠幾多個鐘。仲有樣嘢咧，大家要注意嘅就係留意下自己日頭放電放得夠唔夠。我哋身體咧其實就好似一嚿電咁，正常朝早咧瞓醒係叉滿電嘅狀態，然後日頭咧我哋就會消耗夠電。我發現有啲個案咧退咗休之後咧，好多時咧都留喺屋企。朝早咧就瞓到好晏先起身，然後起咗身咧可能喺屋企撳下電話睇下電視，
食個晏之後咧就會瞓晏覺，瞓完晏覺之後咧可能隔一陣就食晚飯㗎喇。食完晚飯之後咧就諗差唔多夠鐘咯喎，好似要瞓覺，但係咧就瞓唔着覺。咁其實咧日間嘅活動量唔夠咧，就好似嚿電冇消耗過咁，再加埋咧佢瞓晏覺又叉咗嚿電喎。咁夜晚咧就唔使叉啦，亦即係變咗夜晚冇睡意。建議大家咧，如果想放電嘅話咧，可以喺日頭適量咁做一啲運動啦，咁樣咧可以幫我哋夜晚瞓得更加好。我知道有啲人為咗改善睡眠，會買被稱之為天然安眠藥嘅褪黑激素 supplement。褪黑激素通常都會被標榜為天然，係因為我哋身體大腦松果體會分泌呢一種激素。呢一種激素分泌增加，會令到我哋產生睡意。除咗天然之外咧，通常褪黑激素都會被標榜成唔會造成依賴。呢一個咧就可圈可點。根據我聽翻嚟嘅資訊，10個有10個都話褪黑激素係冇用嘅。如果你有試過食褪黑激素嘅話，留言話我知你覺得點。講開褪黑激素，好多人都會提起安眠藥，兩樣嘢其實係好唔同嘅。安眠藥係真係一種藥物，而褪黑激素唔係。兩樣嘢相比之下咧，安眠藥係更加有效幫助入睡，同時間副作用都多好多嘅。我聽啲個案講，安眠藥主要係幫佢哋食完嗰一下易啲入睡。但如果中途醒咗，粒藥基本上係唔會令到佢哋易啲瞓翻着。幾時先適合食安眠藥呢？我覺得如果你係經歷緊一啲人生大事，而你又覺得失眠好影響你，如果食咗安眠藥咧，可以令到你瞓得好咗，然後日頭可以有精力去應付其他嘢咧，咁短期食藥度過咗個難關先，其實係可以嘅。但係如果可以透過改善心理、環境、習慣，即係我啱啱上面講嘅嗰3點，令你可以瞓得好啲嘅話咧，就盡量唔好食藥，因為畢竟咧安眠藥其實係會造成依賴嘅，令到咧你覺得唔食就瞓唔到覺，同埋咧食得多咧會有耐受性。好多個案會話咧食到順咗，原先可能食1粒要變食2粒，之後咧2粒無效咧又要再加上去，同埋咧食完安眠藥之後咧日間咧係會出現呆滯嘅情況。建議大家咧根據我一開始講嘅3個點：脆弱點、觸發點同埋持續點，去判斷究竟係咩因素令你失眠，再決定要唔要用藥物去幫手。咁有需要咧就記得揾專業人士尋求意見。如果大家想了解自己睡眠嘅情況，俾樣功課你哋做，就係寫睡眠日記4個星期，冇技巧嘅，純粹記錄嘅啫。俾呢個表大家參考下。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喺資訊欄 download 睡眠日記 PDF 版。每個星期寫完之後咧，就去 IG DM 我幫大家分析一下有咩改善空間。名額有限，頭20個。透過記錄咧，相信你會更加了解自己嘅睡眠模式，然後喺入邊咧揾到一啲需要改善嘅地方。最後送2句說話俾大家 ：If you keep doing what you are doing, you will keep getting what you are getting。無論你相信自己得定係唔得咧，你都係啱嘅。如果失眠情況真係好困擾你，希望你會嘗試作出小改變。如果有啲人生事件發生緊，嚴重影響咗你嘅情緒同埋日常運作，記得揾專業人士幫手。如果天生有好多脆弱點咧，我哋嘗試去接納呢一個狀況。今日嘅分享咧嚟到呢一度先，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知你哋會想聽啲乜嘢，同埋有啲咩地方我可以改善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一齊透過輔導踏上心靈富足嘅旅途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